大王，张子来了。大王，张子坐。张子是咸阳城里耳目最灵的人，这2日可听到咸阳城里一首歌谣？大王说的可是蛰伏成城，蛰伏倾城啊？聪慧的男人闯天下，聪慧的女人乱天下。说的是周幽王宠信褒姒，废嫡立庶之事。大王对这首歌谣怎么看？似乎有所指。既然传得满城到处都是，只能有一个目的，是想把它传到某一个不容易传到的地方去。比方说，寡人的成名殿。大王的后宫不缺聪明的女人，但这蛰伏倾城的歌谣后面还有另外2句，不知道大王听到过没有？哪2句？腹有长舌，为利之阶。女人舌头长，灾祸从天降。哎，女人少了无趣，多了让人避之不及。难怪孔子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”大王这话里有话，弦外有音啊。有什么音？有。好了，还是说回正事。近几年大秦连打了几次大战，威慑住诸侯以后，接下来就要稳定疆域，休生养息。张子对此有何看法？微臣以为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放在3个新收服的地方，一为巴蜀，二为义渠，三为河西之地。寡人总是分封，难也难在这3个地方。大王已成年的公子当中人才济济，该不会周旋不开吧？你可能不知道，芈月提出想让公子季分封去巴蜀。也是啊。这义渠河西之地，确实没有巴蜀更合适公子季。公子季尚未成年，那巴蜀山高路远，对他就合适。芈八子寻不到比巴蜀更好的去处了。芈月不想留在咸阳宫，不想留在寡人身边，如此举动，实在出乎寡人意料。那是芈八子对功名利禄从无所求，这也是我看重他的地方，这也正是他惹怒大王的地方。其实大王无需烦恼，后宫的女人说的再多，也都只是一厢情愿，最后定夺还是要凭大王的一句话。大王到！臣拜见大王。免。元日大吉，寡人要与众臣宣布诸公子分封之事。寡人的公子们逐渐成年，到了该为大秦镇守疆土、随从作战、交纳贡赋而尽职守的时候了。元日大吉，今日辞旧迎新，这茭白酒远胜往年。百叶和花椒选的都是宫中极品，我祝各位姐妹吉祥如意，富贵平安。祝王后富贵平安。
姐姐，童儿还小，你说会不会这次也把她分封出去啊？妹妹放心，有人比你更不想让儿子分封出去。姐姐说的可是魏夫人，可我看魏夫人是胸有成竹，好像稳操胜券的样子。有些人就是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哎，要真能像她那样，图个自己安心，那也就好了。今日大王在宣誓殿向众臣公布分封大事，芈月妹妹仿佛事不关己呀。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何况诸公子都是大王的亲生儿子，难道大王还会亏待了他们不成？手心手背还两般待遇呢，我就不信你心里没有一点打算。不过这一阵子妹妹往大王处走动的少了，不见君面，君自然寡淡，想向大王求情，估计也逮不着机会吧。妹妹还真不知，原来姐姐的恩宠都是求来的。在大王面前自作聪明，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王一向蓄老怜幼，公子既这么小，这次分封只怕是轮不到你了。王后的奏折求的是为诸公子分封藩地，该是人人有份的，为何公子既无份呢？继儿若是能与其他公子一同分封，那是继儿的福气。大王子嗣繁盛，我请求大王分封，就是为给众姐妹们求个天公地道，不偏不倚，人人有份。说得好听，那是人人有份；说得不好听，那可是把人人都算计进去了。魏夫人，你错了，大王岂是任人算计的？在这后宫，你我谁都做不了大王的主。今日大朝会，大王会在殿上颁诏，也应该有消息了吧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妹妹放心，王后早早就将珊瑚派到前面去了。啊，姐姐急也没用，该来的跑不掉。我总觉得心惊肉跳，觉得不祥，仿佛生死攸关。已经这样了，倒不如学学八字，看他样子，仿佛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颁诏了，颁诏了！王后，颁诏了！大王是如何分封的？回王后，大王今日分封了立有军功和已经成年的公子。公子华封衡门君，唐夫人的儿子公子焕封蜀侯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封岳阳君，公子运封蓝田君，公子壮封蓟君。就这些公子，没有其他人了吗？你听到没有？没有通儿，没有通儿，我就安心了。魏夫人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恭喜你们了。为何把我花儿分封到千里之外的巴蜀？恭喜姐姐，巴蜀可是个好地方。这几位公子中，属你们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这可是好事一桩啊！多谢妹妹。恭喜王后，公子壮也得到封君，不枉王后多年苦心养育。公子季留在宫中也是喜事，还望妹妹对姐姐以后多多照应。夫人，夫人息怒！大王不公，要么都分封，要么都不分封，为什么偏把我花儿分封出去？夫人息怒！姑母不要过分伤心，华哥哥走了，怡儿会一直陪在姑母身边的。华儿是我的命啊，她被分封出去，再相见一面，就
八子，恭喜公子分封为衡门君。公子的封地富庶，离咸阳又近，只怕诸公子人人都要羡慕你了。所以莹华要去向父王谢恩。此外，莹华还要特别恭喜八子。我有何事可恭喜的？恭喜公子季没有被分封出宫。公子这是何意？八子知道我的意思。这公子华是什么意思？这也怪不得他，只怕别人都会这样想的。楚离子，甘大夫。楚离子，你可听说昨日大王召太医进殿了？往年春秋换季，大王都犯咳疾，但吃几副药就好，不必过于担心。大王春秋虽盛，但国本不利，终究让朝臣们无法安心。数日前，甘大夫命人把那首《大雅瞻昂》在宫内外传唱，恐怕朝臣们更无法安心了。楚离子为何以为是我做的？甘大夫不要忘了，神仙做事也是有迹可循的。幸好大王没有太在意，不然当心作茧自缚。甘茂凭良心说话，那褒姒只不过是个包国献来的普通女子，就能杀死身后夺嫡。这宫里头有些人的心性比褒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是指芈月还是魏夫人？魏夫人早已不在大王心里，不足为患。芈月出身低微，不可母仪天下。但是大王溺爱公子季，疏远公子当，这次分封为了掩人耳目，留下公子季，大王竟然把未成年的公子们通通留在宫里。这一旦公子季得势，这芈月必定趁势祸乱纲常。甘大夫不是不知，芈月曾请求大王把公子季分封出去，但被大王一口回绝了。那是欲擒故纵，真是令人担忧。芈月本无夺位之心，但大王似乎真的对公子季动了心思。看来真要另寻办法了。咱们楚国的公主果然个个如花似玉，可我看都不及王后当年的风采。那时宫中的公主们比起俊俏，个个输给王后，就连那脾气最刁钻的殷公主，论起相貌来，也不得不对咱们王后服气。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我们这辈子算是过去了。提起那个芈殷，虽然她个性刁钻，总算也嫁出去了，说是嫁到了燕国，做了国相夫人。王兄来信还提起到她呢。国相是个老头吧？算起来，殷公主年纪也不小了，燕王还是个小孩子。国相可以一言九鼎，一定是有权有势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秀外慧中。我怎么觉得看着还是刚才那个好？这个看上去太弱不禁风了。还是这个好，神仙玉骨，楚楚动人啊！王后说好的，那一定是最好的。奴婢是看花了眼了。可无论哪个公主被咱们公子看上，那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咱们公子是谁啊？根本用不着着急，慢慢挑呗。谁说不急呀？自从分封，
宫里成年的公子大都疯了出去，可太子一事仍无着落。甘大夫说，只有当儿先成亲，才能促使大王做决断。可咱们公子还小，尚未行冠礼。咱们大王也是未行冠礼就娶了亲的。当儿是大王唯一的嫡子，当儿成亲，那是举国大事。到时候大王若再不立太子，朝堂上下都交代不过去了。怎么了，姑姑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是姑姑自己在生自己的气。这是为何？昨日我看到园子里的李子快熟了，就提了一句想用蜜糖腌制李子的话。今儿香儿他们就带着继儿去园子里摘李子，李子树高，全靠继儿用鞭子打下来。结果香儿他们还没来得及捡，就被那帮跟在公子当身边的力士莽汉抢走了不少，弄得继儿沮丧得很。那继儿有没有和他们争吵？继儿本来是不服气的，但因为你曾嘱咐过他，出门尽量少惹事，他就忍住了。继儿听话，但有时过于听话，反而显得懦弱了。这怪不得继儿，想出宫出不去，留在宫里，除了忍着，还能怎样？好，摔倒了，摔倒，好，公子他勇武无双啊！公子大神力，人比了不起。姑姑、孟本，你们再接着练练。好，是。公子，王后说你今日练完功就去交房殿，她有事找你呢。不去。哎，公子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散散心，你又来烦我。公子，小的知道你跟这些力士们投缘，可王后真的是有要事要找你啊。当儿，给母后请安了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是一头一脸的汗呢？冯甲在。一会儿给公子把这衣服都换了，这都湿透了，别着凉了。行了，母后找儿臣来有什么事啊？快说吧，儿臣忙着呢。你忙什么呢？向王叔他们讨教图谋天下的策略。哎呀，说了母后也未必懂。可我听说你最近从市井招了很多力士莽汉，和他们摔跤举石锁，还决力徒手相搏。你可是大秦未来的太子，身子金贵，岂能总和那些粗人们厮混在一起？若是一个不小心，他们再把你给伤着了。哎呦，母后，我大秦以军功立国，我自当身先士卒，勇冠三军。既然那些勇士是儿臣亲自招募来的，若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，如何收复人心呢？而且父王不也一样吗？日日习武，亲自上阵。为人君主，除了勇冠三军，还应睿智仁慈。先生让你读的《礼记》《周易》和《左氏春秋》，你都读完了吗？你父王可不喜你只是一介武夫。先生让读的书，还是日日在读，只是那些书读了让人打瞌睡，还是难免读得慢些。行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母后叫你来，是有些东西让你看的。来，坐下。这是干什么？暮色方知少爱，我的蛋儿长大了，是到了该议亲的时候了。你看看这些画像，来。哎呀，个个都是蒲柳之姿，都不喜欢啊。这些可都是楚国的公主。来，母后啊，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哎呀，算了，儿臣的婚事以后再说吧，母后就不用多事了。哎，当儿，当儿，公子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倔强，连王后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？这事也不能怪他。
几年前那次杀人风，将荡儿的身子伤得太狠，痊愈还需时日。一味地围着他的心意，他心烦了就更听不进去。慢慢劝吧。公子若是连这些楚国公主都看不上，他是想要什么样的美人啊？什么样的美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荡儿娶的是楚国的公主。秦国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公子们争夺楚位，荡儿又比他人多了一份筹码。珍珠，去把信使召来，我要写一封家书给王兄。是。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王后说，让小的跟着公子，随时伺候，随时听从吩咐。我吩咐你现在就给我走开。小的知道公子烦心。我烦心是因为你太多嘴。小的该死。真是该死。公子，那边就是披香殿了。披香殿又如何？那是魏夫人的住所，公子去不得。去不得？就算是天神地仙的住所，我想去也去得。公子啊。是什么人，竟敢在此偷窥于我？在下偶尔路过，情不自禁。好一个情不自禁，瞎了你的狗眼！公子，这没事吧？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怎敢打我家公子？公子？什么公子啊？自然是嫡公子，王后的嫡公子当。冯甲，你与贵人说话客气点。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那么多嘴啊？公子，你是喜欢这女子？废话。那小的替你去打听打听。哎呦！姑母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刚刚在殿外谈箜篌，不料来了个狂徒出言调戏，我就用枣子砸了他的头。谁想到那个人竟是大王的嫡子公子荡！教训得好。这披香殿明明是大王赐给姑母的，怎么会让公子荡闯进来？大王把这披香殿赐给了姑母，别人自然没有胆量来。可是那公子荡不同，他是大王的嫡子，王后对他言听计从，有一心想捧他做太子，让他养成了横行霸道的脾气。除了大王，谁敢招惹他呀？他真的会当太子吗？唉，这太子之位原本是华儿的，可如今华儿被分封出去了，公子荡又有王后做后台，
眼下不好说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秦国的天下有一日会落到公子当的手里。怡儿，你若能让大王回心转意，这天下还是你华哥哥的。怡儿尽力了，但成效不大。大王的心思说变就变，你年轻貌美，有的是机会。也罢，这2日园子里你就不要再去了。若是那公子当再来挑衅，你不妨告诉他，就算你能饶了他，大王也饶不了他。是，姑母。大王，喝口水。这水的滋味不错，是魏姨那个女子送来的，说是用竹叶煎的水，去火最好了。大王，您觉得魏姨那个女子怎么样？明艳动人。那为何不纳她为妃？老奴不懂。她那脸蛋后面有些东西，寡人看不清楚。这竹叶水，寡人不喝了。是。太医说，寡人阴伤气耗，过分清火，只怕也不好。既然大王看不清楚，老奴就更是老眼昏花了。大王，这儿还有贝母梨羹，是米八子听说大王久咳不愈，特地派人刚刚送来的，您尝尝。芈月，好久没有来过成明殿了。是大王不让他来的。是他要诚心远着寡人。哪能呢？回头大王下道旨，让他日日到成明殿来陪伴着大王便是了。没用的。寡人说的是，他的心离寡人越来越远。不看了，出去走走吧。是。大王来了。大王，面丽，你看你，继儿都这么大了，你还在园子里面弄得一手泥污，宫中的人都说寡人最宠幸你。这话大概除了寡人自己，谁能相信？大王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。眼下大王是巴望着我变得和以往不同，还是和从前一样？你呀，寡人是心疼你这双手。玉儿受宠若惊。寡人不要月儿受宠若惊，而是大王之意，玉儿明白。是什么香味？玉儿从来不熏香。不是熏香，很提神啊。是不是这个味道？不错。这是什么药材？这叫银丹草。前些日子，女医治告诉我，说园子里有一味草药，气味清香，提神解郁，还能够防治蚊虫。
臣妾问出了草药的名字，想多采一些做成香囊，让继儿和交房店的人都能佩在身上。它真的有防治蚊虫之功效？多少有一些，至少求个安心吧。好，寡人喜欢这味道，给寡人做2个，送到成明殿去。是。今晚就送过去。是。大王，咱们还要不要在这园子里再逛逛啊？不用了，回成明殿去。老奴看这园子还真挺好的，这才逛了多大一会儿啊，就感到浑身精气神儿倍儿足。老东西，成精了。公子，这丫头果真每日这个时辰在这儿练箜篌啊？没错，有人看见她，说4、5日了。哎，她那么野，怎么可能是魏国公主啊？魏王是她的父亲，魏夫人是她的姑母，这还有假？哦，哎，能被公子看上的女子，真不知长得何等模样啊！羞花闭月，仪态万端。公子，她可是拿枣打你来着？哎呀，这正是让本公子最心动的地方。敢打本公子的人，这世上除了他，没有第2个。而且就算他用枣子丢我，那也是身轻灵巧，皎若游龙。公子，你看谁来了？嗨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跟你说话呢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不干什么？你这枣不错，别动，这是给公主的。公主？哪个公主啊？不关你的事。公子，他可是进了披香殿了，他也敢打那魏国公主的主意？哎，你们听。彩萍，叶公主，外面那些人走了吗？没有。这些蠢货。彩萍，你钓过鱼吗？奴婢没有，但奴婢见过别人钓鱼。王后。那魏夫人的侄女怎么还没走？不是已经分封完了吗？大王好像对她也没有特别在意。听说她是魏王最宠爱的公主，魏夫人与其长兄魏王的感情极好。公子华分封出去，魏夫人就病了，所以魏王就让他的女儿留在披香殿里侍奉魏夫人。哼，简直闻所未闻！一个未出嫁的公主，为了一个早就嫁出去的姑母，千里迢迢来到别国，一住下就不走了。这分明是魏夫人设下的圈套，想让这个女子来勾引我儿。
风家，当儿平白无故的怎么跑到披香殿去了？他一心向武，只结交天下豪杰，怎么会跟魏国的女子有了瓜葛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的真的不知。你不知？我让你整日的跟着公子，你是废物啊！小的该死。王后息怒，既然那魏夫人有心算计咱们公子，只怕王后再派多少人跟着公子，也都无济于事。真不知廉耻，斗不过王后，就拿公子下手。还休想！当儿是我的当儿。这是你的针线。玉儿心笨手拙，大王不嫌弃就好。香囊如此精致，寡人疑惑，你是如何赶做出来的？神仙飞针也做不到如此迅疾。这香囊是前2日就做好了，只等采了银丹草后，给大王送过来。月儿果然巧手。配大王的服饰，若有一抹黄线，就更好了。月儿还牵挂着寡人吗？怎能不牵挂？那你为何还要带着继儿离开咸阳？月儿除了牵挂大王，还要牵挂的事情太多。寡人知道，那起杀人蜂的意外，一直让你心有余悸。是。你认为，即使留在寡人身边，也保不住你和继儿的平安。月儿是大王的人，为大王百死而无憾。只是继儿尚未成年，宫中太子位分不定，难免人心浮动。有人为了储位为难继儿。月儿只是说常理，大王多想了。既然你今日说起太子之事，寡人就跟你说说太子之事。寡人就跟你说说太子。月儿只希望国本归一，其他不敢妄言。你不妨只当眼前是林家老伯，直言不讳好了。当儿是寡人唯一嫡子，勇猛果敢，立刻拔山，是开拓疆土的难得人才。所以前些年，寡人一直视当儿为秦国未来的储君。但随着他渐渐长大，寡人看出他勇猛果敢，只不过是抱虎平和、匹夫之勇。王者须胸怀天下，威而不猛，有勇而无谋，有败国之威。大王若以为公子当不妥，那谁人更让大王中意？公子华年长，心思缜密，军功显赫，但魏国的势力曾对他有所企图，加之他还有个不争气的娘亲，难免束缚手脚。剩下的就是继儿。继儿天资聪颖，良知良能，是寡人心头最爱。大王，可愿听月儿一言？说吧。在月儿看来，公子当和公子华虽都璞玉有瑕，但继儿却是最不宜继立之人。为什么？继儿年幼，天性未定，聪明伶俐是好，但若一日变得过于算计，也会因计谋过度而失德。当年大王看好公子当果敢，可旧日果敢，不也变成了今日鲁莽？何况继儿因年幼，大王格外宠爱，性情柔弱仁厚，事事又依赖于我，聪明，但缺少决断。江山社稷，
却是要一个更有决断的人来做主。这是你真心话？你真不愿继儿成为一国之君？作为母亲，我希望孩儿既不辜负大王之望，又能一生平安无恙。若勉为其难做一国之君，万一有差池，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虽然继儿不堪国君重任，但仍可尽其所能，守护大秦社稷江山，造福一方黎民百姓。好，那依你之见，何人更为适宜？若以长远计，公子华更为合适。公子华曾为先王后抚养，借先王后之势，是众朝臣心中的储君，一文一武，德才兼备。更因公子华业已成年，心性已定，虽然魏国势力曾想左右他，但若能精心挑选贤臣辅佐，定能成其大业。可是，在寡人眼中，继儿还是最好。只怕大王是爱屋及乌吧。后宫女子，若换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定会为了这太子之位，拼得头破血流。月儿没有大王想的那样清高，只因把太子之位看得太重，所以才战战兢兢。如此，寡人需要再思量一番。此事的确要由大王悉心斟酌，但朝堂喧嚣已久，立太子之事，不宜过分拖延。夫人，公子当又来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当儿拜见魏夫人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有话直说。魏夫人，你知道我曾在园子里与贵侄女相遇，公主温婉贤淑，花容月貌，令我一见倾心。可我上门数次，夫人却不准许我与公主相见，这是为何？公子道，不是我故意要为难你，反倒我想求你放过我和怡儿。怡儿本是来探病的，被你这样3番5次上门来闹，她如何还能在这宫里待下去？王后一心找我的不是，若是让她知道内情，定会大发雷霆。我受委屈倒也罢了，怡儿乃是未嫁之女，若是无端让她受此连累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怡儿，怡儿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好了，这都是我的不是，我不该容她进宫探病，更不该让她在我的披香殿的园子里抛头露面。公子道，你是王后的嫡子，王后对你的婚事早有打算，请你速速回去，也算是成全了怡儿。夫人，我是真心喜欢怡儿，岂敢有一丝一毫伤害她的心？女人的名节不是小事儿，任何人真心喜欢怡儿，都应该先禀告父母，向我王兄提亲，行6礼，怎可像你这样思乡受受？我只是对怡儿思念心切，夫人若能容我就看一眼怡儿，我自然会和父王母后商议。唉，公子道，你这样纠缠不休，是陷我于不义呀。王后早已心存芥蒂，我若是如了你的愿，定会被看成攻于心计，谋算公子的奸人，只怕连怡儿也会被安上放荡无形、勾引他人的罪名。夫人，母后一向宽厚仁慈，岂会轻易伤人名节？夫人，王后来了。王后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彩萍，先带公子到一旁等候。是，公子请。既然是这样，
也就别怪我了。拜见王后。魏夫人，是你做的好事。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。哼，你那个如花似玉的侄女呢？把她叫出来。臣妾愚钝，不知道王后说的是谁。你怎会不知？你弄了个美人进宫，先是勾引大王，然后让荡儿梦寐以求，怎么，敢做却不敢当了？哦，王后说的是仪儿啊。仪儿是受我王兄之托进宫探病的，日日诗书礼乐，足不出户。王后身为一国之母，一举一动都为国之义范，岂可随意玷污我王兄之女的清白？你的侄女若无所图，怎么会赖在宫中这么久都不肯离开？日日足不出户，只怕是在算计着怎么张网捕鱼吧。王后如此猜忌，臣妾无言以辩。我已戳穿了你，既然计穷力竭，何不识相一点，让你的侄女赶紧离宫，免得两下伤了颜面。这么说，我的仪儿跟公子荡的确不般配。般配？大儿怎么会跟你的侄女般配？不要痴心妄想了。母后，荡儿，你都说了些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若不在，怎知母后如此蛮横？荡儿，哼，难怪魏夫人不肯让仪公主见我。你恶言恶语，让孩儿颜面尽失。你这不仅是羞辱了你的孩儿，也羞辱了母后自己。荡儿，他们是在用欲擒故纵的伎俩。哼，难道母后也常用手段，看别人都是伎俩？荡儿是被人掩了耳目。被谁？仪儿吗？若能被仪儿掩耳目，我情我愿。荡儿，你是用何手段荼毒了我儿？王后息怒，这就怪不得臣妾了。你跟公子荡不请自来，臣妾该对你们说的话都说了。臣妾在此恭送王后。刚才外面的鸡飞狗跳，大约你已经听到了。姑母，这秦宫是待不下去了。这几日你就回魏国见你的父王母后吧。仪儿都听姑母的。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大王那边没动静，却收了那公子荡的心。姑母不想有意外之喜吗？这些年，姑母的意外太多了，怕了。若是仪儿能帮姑母将东隅桑榆都收入怀中，怎么样？公子荡即将成人，一婚之后或被立为太子，有朝一日成为大王。秦国的社稷一旦落入公子荡的手中，仪儿必定会让公子对姑母言听计从。倘若公子荡未被立为太子，但有了这一层亲眷关系，大王也会对姑母另眼相看。到时候华哥哥想要的东西也会更容易得到些。仪儿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跟那王后是冤家对头，势如水火。姑母若是通过仪儿将公子荡抓住，难过的不是姑母，是王后。仪儿说的也有些道理啊。荡儿，荡儿，听母后的话，母后所做无一不是为了你好。我又不是3岁小儿，难道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？那魏夫人口蜜腹剑，你不知道她的真面目。母后，别跟我提什么真面目，我见过这后宫女人的种种心计。仪儿是我见过最真性情的女子。你是真的被那个魏国妖女迷了心窍了。荡儿，母后答应你，
一定为你在楚国找一个更好的如意佳人。母后省省吧，儿臣喜欢谁那是儿臣的事。你是我的孩儿，你的婚事我怎能袖手旁观？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和怡儿是天作之合，这辈子我只想娶她，除了她我谁也不要。母后提亲去吧。王后，王后。我的头好痛，快去找太医！夫人，什么事啊？笑得那么高兴？还不是正殿的事。今日公子荡好像为了哪个女子跟王后吵翻了，王后犯了头疼病，把太医和女医治都找去了。结果太医的一番话反而惹恼了王后，气得王后把太医给赶了出去。是啊，公子荡也到了该提亲的年龄了，王后是该替他筹划筹划了。娶亲也是为了太子的位分，只怕王后那边早有筹划。听那边的丫头学话，也难怪，那太医确实迂腐。太医说了什么？王后，您六脉咸迟，应是用心太过，素日积郁，兼心血较弱，心气虚而生火，所以诸邪上扰，引起头痛。宫中女人哪个不是素来郁闷？又有谁能够夜夜睡得香甜？做御医的把这套车轱辘话来回说，都已经说惯了。到了王后那边，自然是要吃瘪了。也不知是哪家贵女让公子荡这般伤心，宁肯跟王后翻脸啊！就是原来姑姑提起过的那个美人。王后，这是太医另开的调和气血的药，您服用试试吧。这些甜甜苦苦的药汤子，我都喝过多少了？要管用早就管用了。拿走。是。怎么了？魏夫人来了。又怎么了？王后，那个魏夫人来了。给我撵出去！是。夫人，臣妾魏延拜见王后。臣妾得知王后与公子荡口诀争执不下，犯了头疾，特地来向王后请罪。荡儿被你蛊惑了心智，害得我们母子不和，你还上门来说风凉话。王后，你可是错怪了臣妾，臣妾是真心来向王后引咎自责的。我今日倒是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招数。臣妾有些话不方便当着众人言，如果王后允准，没什么不方便说的，有话就说。臣妾是想知道，王后是否有意想让公子荡当太子？荡儿能否当太子，不是你我能定的。王后不必提防我，华儿分封横门君，这太子之位已经与他无缘了。如今我只想化干戈为玉帛，助王后一臂之力。公子之中人才济济，储君之事，只有大王一人心中有数。王后依旧口不对心。放眼秦宫，能够跟公子荡争位分的人已经寥寥无几，可大王立太子又需要一个妥当的契机。
我不知魏夫人想说什么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公子荡的婚事若能尽快谈妥，那么立太子之事也将成为大王的当务之急。臣妾知道，王后对公子荡的婚事早有安排，可是公子荡却对怡儿一见钟情。这事儿不仅让王后觉得棘手，臣妾也觉得为难。何不说你是正中下怀？不管王后是否误会臣妾，臣妾都以为逆水行船不如顺水推舟。顺水？那就把我的荡儿推到你魏夫人怀里去了。强拧的瓜怎么能抵得过水到渠成呢？王后不如反过来想，公子荡背后若有楚、魏两国的元首，那么储君之位谁又能与他争？魏夫人请坐。谢王后。珊瑚，斟茶。是。臣妾深知这些年来多次见罪于王后，若能促成公子荡与魏国的联姻，臣妾愿意将功折罪。魏夫人的好意我领受了，只是荡儿尚未成年，婚事不必过急。那是自然。王后若是信得过臣妾，臣妾愿尽犬马之劳。荡儿是嫡子，荡儿的婚事有关社稷，最后还要由宗室和大王来定夺。有了王后的恩准，公子荡和怡儿必是佳偶天成。臣妾先告退了。佳偶天成？哼，我才不信呢！王后，那魏夫人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依奴婢看，她并没有真心为王后打算。她当然不是真心的。我嫁入秦宫10几年，她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如今还想用我的荡儿拿住我。那王后为何不让奴婢们撕了她的脸？因为她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如若荡儿真有楚魏两国元首，那大王也不得不顾及荡儿的联姻背景。王后真的应下了那魏夫人的婚事？去找太医，让他把那汤药再煎一副给我送过来。王后想吃药了。我要用心养好我的精神。是。怡儿，你父王来接你的马车已经到了咸阳，明日就要启程回大梁。夫人，那公子荡又到篱笆墙外眼巴巴地望着，样子真是可怜。公主是打算见还是不见？好看不好看？怡儿，你就这样走了，那公子荡自然放不下你。姑母看得出你对他也有了心思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回去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姑母来办。停车！停车！怡儿，走。怡儿，别走！怡儿，你是秦国公子，我是魏国公主，我们本不该这样见面说话。
有违礼法。你等我好吗？我会想办法，定不会负你。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等你？我等你有什么用？我等得了你吗？我赢的并非无能之人。今日，于天发誓，无论多难，非你不娶。你若有心，就去求你父王向魏国提亲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亲迎，6礼一样不可少。仪儿放心，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仪儿信我便是。走。王后，甘大夫，请坐。谢王后。知道王后身体欠安，但此事重大，不得不上门搅扰。是与荡儿的婚事有关。的确与公子有关，却与婚事无关。甘大夫，请说。王后可知，近几日大王多次召集朝中大臣进宫，询问公子华的情形，其中还有他封地上的地方官员。公子华已被大王分封在外，太子该是与他无缘了。就算大王看重他，又能如何？诸国当中也曾有分封在外的公子，被重新立为太子的先例。王后不可掉以轻心。大王的心思不会变得如此之快吧？不是大王心思变得快，而是有人在中间图谋。一定是那个魏夫人，还说什么秦魏联姻、佳偶天成，背后却……王后，还是再往近处想想吧。近处？难道是芈月？不应当啊！芈月要争，应该为公子继争，怎会推别人上位？再说那芈月与魏夫人也是不共戴天。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。他这样做是一箭双雕，既可以让大王相信他毫无野心，不必对他进行提防，而且还可以收服魏夫人母子做他的刀枪。待公子华与公子荡相斗下来，2败俱伤，那得利的人一定是他和公子季了。快，扶我去找荡儿。王后，您还病着。事不宜迟，我要让荡儿去宣誓殿找大王，求大王允准他们的婚事。父王，公子，大王正在批阅奏章。父王啊，大王，知道了，母亲，你先下去吧。父王，儿臣请求与魏国联姻。理由呢？大秦与列国联姻，赵国和秦国同宗同姓而不婚，还有楚国和燕国，他们已经与秦国联姻，齐国总与秦国为敌，韩国又过于弱小。而自函谷关之战后，魏王痛悔，驱逐了公孙衍，并派使臣频频向大秦示好。儿臣以为，当今之事能与儿臣联姻的，唯有魏国。若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岂不更好？收服巴蜀之前，蜀国频频与秦国作对，他背后就是楚国在捣鬼。还有呢？魏齐2国从不和睦，若是能与魏国联姻，秦魏2国便可联手讨伐齐国。寡人苦心教你这么多年，都没有把你教得思量深远。不成想，一个魏国女子就能够让你长大了。父王允准了。
父王，父王！大王身子不济，该多歇歇。心里头的事情太多，不知道该是喜还是忧。若是公子当的婚事，那该是喜事。寡人原本并不想让他这样早便娶亲。食色性也。王后与魏夫人历来不和睦，当儿却硬要娶个魏国公主回来。大王的意思是，公子当想娶魏国公主，王后不中意。王后也主动向寡人请求赐婚。哦，你也觉得奇怪？王后爱子心切，虽在意料之外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你说，寡人是否该成全他们？大王是说，成全这对小儿女的情分，还是成全两国联姻结盟？这两者皆是。若于公于私都好，芈月无话。可寡人看到你眉头皱得很紧。月儿想问的是，一旦公子当大婚，这太子之位，大王就真的有意于公子当了？寡人并非没有思量过华儿，也私下做了些打听，没想到新近得到消息，华儿到了封地后，有不少秦国旧族找上门去，那些人个个对秦法新政抱有成见，对没立公子华为太子大抱不平。公子华对他们的鼓噪却未置可否。相比之下，当儿就算有缺憾，但也是旁枝末节。而且，当儿马上就要娶亲，身居楚魏两国的背景，再加之楚离子等朝廷重臣的帮衬，这太子只怕不得不立。月儿明白。你明明心里还有话，不要让寡人猜了。事到如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大王应当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。大王，迎夫人到了。大王，张姐来了。张姐，坐。寡人近日身子不济，只好派人接张姐进宫。大王已经允准公子当与魏国公主结亲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既然公子当这门婚事已经定了，这太子的位分恐怕也不能久拖不决。当儿实在是，所以不得不请张姐前来商议。不知大王的意思是？当儿虽然努力，但生就性情莽撞，有血气之勇，无变通之谋。太强必折，太张必缺。作为王者，要宽严有度，刚柔并济。公子当是璞玉，欠缺磨练和挫折。只要大王肯给机会，让他多多历练，不怕璞玉不成宝玉。大王，你看公子季如何？年龄尚幼，加之芈八子不情不愿，寡人不想勉强。
臣弟有句话不得不说，这立储之事在朝堂上已经议论多时，宫中总不太平也与此事有关。大王该是听说前2日摘秋桃，2个内侍打了起来，争一个秋桃都这样，争储君之位还不人人搏命？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呐！王兄，都这么久了，大王这咳疾不仅未愈，反而越来越重了。如今这太医院里庸医多于良医，是寡人自己身子不争气，怪不得他们。大王，你一定要多多保重身子，这也是为了大秦的社稷江山。是啊，母亲在，笔墨伺候，你旨吧。是。王后，大王下诏了，立公子当为太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大王下诏，立公子当为太子。苍天有眼，大王终于立我儿为太子了！太好了，王后！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都起来吧。珍珠，凡是咱们店里的，个个都打赏。谢王后。还有，立太子是宫中大喜事，吩咐下去，各宫嫔妃每人赏绢10匹，簪钗2对。我要让他们都添点喜庆。王后送我的首饰太过贵重，我承受不起。妹妹不必客气。我听说大王下诏立太子，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你。公子当的婚事定了，同时又立他为太子，真是喜事连连。芈月真心为王后和公子当欢喜。大王事事将当儿想在前头，对妹妹和继儿未免不够公平。公子当是嫡子，又是继儿的兄长，大王怎么做都是对的。那就好，听妹妹这句话，我心就定了。王后定心，芈月也就定心了。今后王后和芈月相处的日子还长着，继儿年幼，望王后对继儿能够宽宏大量。啊，妹妹一贯对姐姐宽宏大量，说这话真就见外了。大王糊涂啊！就算他要为公子当订婚，也不该如此仓促地立为太子啊！啊，那公子当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实在是不郎不友。大王一旦后悔，就会明白，立太子易，废太子难了。我知道，一直怂恿大王立公子当为太子的有楚离子和甘茂。那芈八子见识非凡，又是大王的身边人，为何不反对？芈月不愿出头，除了自保，也是厌恶了后宫之争，天性使然。唉，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啊！当初如何？当初芈月曾求大王分封公子季去巴蜀，我认为公子季是大秦的希冀，挡了他的道。我也原以为芈月会为公子季争一争。争？
不光靠手段，还得敢害人。芈月冰雪聪明，却不肯害人。这大争之事，不争之人必有性命之忧。哼，总有一日，他吃多了苦头就懂得，有些人不是你让着他，他就能领情的。那甘茂刚被升任为右相，这一下，朝廷当中王后旗下的人风头是越来越近了。